个音控是谁？歌在上面。
1、2、3。什么东西？塞到没有变掉。那个音控可以帮我把贝斯 mute 掉吗？没有啊，我站乐手旁边就好了。站这里啊，不错。我不知道啊。喂 test， 喂，那只有2个哎。目前没拿。平安。算了，我们可以用，可是后面的人可能会用不完，会用。在加拿大，他回来了。啊？到老了啊？对啊。可以多狗，可以多狗。子爱，哎，子爱在这。暂停一直。这里吗？不对，楼上。哎，子爱到音控了吗？那个帮我把那个键盘关起来，然后钢琴的那个麦克风关起来。
可以开钢琴就好吗？在后面就好。子爱，子爱。那个音控，我们第一首是因为爱，往上 PPT 往上。不是啊，有人跟我一起站前面吧？你在前面啦，你在前面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等我们另外一个团员。PPT 是说书人哦。没有，是因为爱。OK， 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。我们是建成乐团，给你们带来一首《因为爱》，一起拍手。我在想一件事，一件特别的事，原来是个希望之星闪耀在夜空中。今天唱着欢庆的歌，明天依旧熄了。不管环境变迁，享受现在就对了。因为爱，忧伤不在；因为爱，神的存在；因为爱，幸福常在；因为爱，我唱着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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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， 天天天天天天快乐，不再不再不再忧伤着。这是个庆祝庆祝庆祝的时刻，快快快快跟我唱着。因为爱让我们相聚着。我在想一件事，一件特别的事，原来是颗希望之星闪耀在夜空中。今天唱着欢庆的歌，明天依旧熄了。不管环境变迁，享受现在就对了。因为爱，忧伤不在；神的存在。因为爱，幸福常在。因为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我唱着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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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， 天天天天天天快乐，不再不再不再忧伤着。这是个庆祝庆祝庆祝的时刻，快快快快跟我唱着。因为爱让我们相聚着。现在我邀请各位拿出你们的手机，关灯，我们要开到最亮。我们来关灯，我们来玩一下星空的感觉，耶！
爱我们相聚在这里。好，耶！我的相遇间是一件特别的事，原来是个希望之星闪耀在夜空中。今天唱着欢庆的歌，明天依旧喜乐。不管环境变迁，享受现在就对了，因为爱忧伤不在，因为爱圣诞存在，因为爱幸福常在，因为大声唱，我们一起说，唱着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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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， 天天天天天天快乐，不再忧伤着。这是个庆祝的时刻，快跟我唱着，因为爱让我们都唱着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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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， 天天天天天天快乐，不再忧伤着。这是个庆祝的时刻，快跟我唱着，因为爱让我们你们唱，我唱着。天天快乐，不再忧伤着，这是个庆祝的时刻，快跟我唱着，因为爱让你们，我唱着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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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， 天天快乐，不再忧伤着，这是个庆祝的时刻，快跟我唱着，因为爱让我们相聚唱着 Merry Christmas， 我唱着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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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， 天天快乐，不再忧伤着，不再忧伤着，庆祝的时刻，快跟我唱着，因为爱让我们，因为爱让我们，因为爱让我们相聚着。我们刚刚唱得那么开心，忘了放投影幕哎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放下投影幕。真的忘记放投影幕。那个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，我们用唱的告诉你们耶稣降生的故事。好，我们请让。好。那在等待荧幕放下来的同时，我讲个笑话好了。好。好，对，我们现在请最帅的宇翔来分享个笑话。我没有笑话没有，蛮好笑的蛮好笑，不错。好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什么故事？有。对，我们要告诉你们耶稣诞生的故事。这个歌词有点快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唱错的时候，请大家给我们爱的鼓励。我们已经有拿好小抄，因为2天前才说要唱这首歌。是因为写词的是他啦。对，但是他也背不起来。他也背不起来，自己写词自己还背不起来。好笑啦。对。刚好我就想说让他唱最快的那个部分，我说反正你自己写的啊。好的，太棒了。现在带来这首《圣诞说书人》。是个历史，是个生命又有生动故事，常在荒漠中找到甘泉一样，那恩典美的
享受时。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人人保护狗，日夜赶路不敢休。从加利利到伯利和约瑟，与怀有身孕妻子玛利亚把心救。就在这天，一颗明亮之星将暗夜划破。在黄金路上，我要寻找等候。我曾心里守望，不想寻找维修。知道吗？有位君王即将来到，没有浮夸的出场，带着爱与希望发光。为了断天魔，没有过度吵闹，紧紧把那头靠，想让你知道他的名字就叫耶稣。我的歌当时这辈子迄就是你好，耶稣是一求希望甲平安人生的我靠，耶稣你把伊大家三个人知影伊的好，耶稣耶稣耶稣，你是咱的耶稣。我是拍手。好，我们再重新再讲一遍给你们听啊。说来挺有意思，不只是个历史，是个生命又真实的故事。像在荒漠中找到感觉一样，那很甜美的享受时。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人人保护狗，日夜赶路不敢休。从加利利到伯利和约瑟，怀有身孕妻子玛利亚把心救。就在这天，一颗明亮之星将暗夜划破。一杯口的黎明，在这黄金路上，我要寻找等候。突然人眼前发现那星球村遇到，为神心里说我不再寻找微笑。知道吗？有位君王即将来到，没有浮夸的出场，带着爱与希望发光。慈祥的面貌，没有过度吵闹，紧紧把那头靠，只想让你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一起唱好吗？耶稣，我就无当时地要做，迄就是你好。耶稣，是一求希望甲平安人生的我靠。耶稣，你把伊大家三个人知影伊的好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一起唱。耶稣，我就无当时地要做，迄就是你好。耶稣，是一求希望甲平安人生的我靠。耶稣，你把伊大家三个人知影伊的好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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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无当时地要做，迄就是你好。耶稣，是一求希望甲平安人生的我靠。耶稣，你把伊大家三个人知影伊的好。后面的不太嗨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就无当时地要做，迄就是你好。耶稣，是一求希望甲平安人生的我靠。耶稣，你把伊大家三个人知影伊的好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一起说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再大声一点 ，Come on！ 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我决定把最后这一句的机会让给你们。1、2、3，以心蓝的耶稣。最后，我想邀请大家站起来，可以吗？站起来！1、2、3，好，谢谢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晚会的主持人钟立安 and 欧弟信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建成乐团为我们带来睽违3年的圣诞舞会开场。睽违了3年了。好，我们建成乐团呢，有我们的皇家 keyboard 手是谁？子瑜。还有我们的无敌吉他手吴博远，
还有那个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那个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俏丽鼓手吴以佳，还有救急贝斯手，救急贝斯手潘杰，但他偷偷跑掉了，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的练团时间呢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30分。对，好，晚上7点半。不管你会什么乐器，会唱歌，都欢迎加入我们的建成乐团，好不好？实力蛮坚强的。对，没错。接下来像我们立安，他不会乐器，但他有一颗热忱的心。没错。他明年就是要加入乐团。Yeah。妈很开心。好，那下一个节目，立安，嗨，在家里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都找谁去诉苦啊？爸爸，我好像都找我妈我也是都找我妈妈啦，就妈妈，我肚子饿，妈妈。因为如果问爸爸的话，你是不是有记得有个答案？有啊，标准答案嘛，是什么？去问你妈。我刚刚已经听到有人知道了，很好。有什么问题去问你妈？没错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欢迎妇女团契带来的表演《玛利亚事件簿》。那个，请把那个投影片升上去，谢谢。投影布幕可以升上去了。尊主伟大的玛利亚，约瑟思想着玛利亚已经许配给自己，还没有迎娶就从圣灵怀孕。这时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。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约瑟就把玛利亚娶进门。”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，妇女我来补，好，往伯利恒循着星星去，看见星星停住了，进了屋，看见婴孩与母亲。就俯伏拜那孩子，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第一个得到上好福分的玛利亚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名叫马大接耶稣到自己的家里。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。马大在旁边忙碌的伺候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妹留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”第一个得着主显现的玛利亚，耶稣在各城各乡传道，有被疾病所苦的人，都被耶稣医治。有7个被鬼所附的玛利亚，耶稣也吩咐鬼说：“
污鬼啊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！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得医治。抹大拉的玛利亚清早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清早来到放耶稣的坟墓，看到石头从坟墓前挪开。 看到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，玛利亚就在坟墓的外面哭，怎么没有哭？已复活的耶稣问他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是第一个得着主显现的人。 波波星球，那个音控的那个投影幕先关掉，投影机，音控。尖叫声！啊！好帅哦 ！Merry Christmas. Merry Christmas.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圣诞快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天天快乐。快乐的时光1分1秒不断的旋转，每个人都在欢声雀跃，快乐的圣诞。我祝愿所有的幸福都能与你相伴，随着圣诞的钟声，让我们许下心愿。我们一起唱 Merry Christmas， 我们最爱的 Merry Christmas。我们一起唱 Merry Christmas， 我们永远的 Merry Christmas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圣诞快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天天快乐。嘿，让我们来一起准备平安夜盛大的 party， 圣诞钟声即将响起，我的礼物不知在哪里？你送我一个苹果，说可以平安度过，拉着你温暖的手，说圣诞快乐。快乐的时光1分1秒不断的旋转，每个人都在欢声雀跃，快乐的圣诞。我祝愿所有的幸福都能与你相伴，随着圣诞的钟声，让我们许下心愿。我们一起唱 Merry Christmas， 我们最爱的 Merry Christmas。我们一起唱 Merry Christmas， 我们永远的 Merry Christmas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圣诞快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天天快乐。一起唱 Merry Christmas， 我们最爱的 Merry Christmas。我们一起唱 Merry Christmas， 我们永远的 Merry Christmas。1、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圣诞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圣诞快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祝你新年快乐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祝你天天快乐。Merry Christmas. 一群尊主为大、得上好福分、得着主显现的建成妇女，用舞蹈祝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圣诞快乐！还有牧师，还有牧师。好，让我们谢谢妇女团契带来的劲歌热舞。那个麦克风麻烦还到前面来。好，那下一个节目是松年团契，我们可以请松年团契先来准备。那丽安啊，妇女团契他们表演这么精彩，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聚会啊？来，我现在每一个团契呢，我都会说他们礼拜几的几点聚会啊？我等一下看我心情，我可能会就是问一下下面的观众，如果你答不出来的话，我们晚会有那个摸彩啊，你就可以提供一下看，你的外套啊、手机，好不好？小惩罚，小惩罚。好，我想要抽手机。那我们妇女团契呢，是在每周六的下午4点。好，没有人说什么，那我应该说对了。每周六下午4点呢，是我们妇女团契。如果说你在家觉得，如果你觉得孙子太吵，没错；儿子太烦，没错；或是你不想要看到老公的脸，没错；甚至呢，想要重温高中、大学姐妹淘聚会的时光，欢迎每周六的下午4点，一起来参加妇女团契。没错，耶！那另外，是不是有一句俗语说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？那我们现在放眼看过去，哇，建成很多宝，我们建成，我们建成有非常非常多的宝。那我们稍等一下他们的准备时间。好，其实我们本来有预备一个，就是3招3步，教会大家，转风车吗？没错，3步教会大家转风车。但是我看现在这边有点小困难。好，下次，我等一下看时间，我再教给大家这个，好不好 ？OK。那个麻烦投影机可以关掉，不用投影机了。音控室，谢谢。好，你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去阿公阿嬷或外婆家？每次去阿公阿嬷家，要零食有零食，要素食有素食。真的，汉堡、薯条、可乐、巧克力。没错，甚至过年的时候那零用钱都比爸爸妈妈的还大包啦！真的，阿嬷都说回去不要跟妈妈讲，但妈妈每次都知道。没错，而且虽然说有一种饿叫做妈妈觉得你饿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是阿公阿嬷觉得你饿，那才是真的充满爱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松年团契为我们带来的《天父创造完美世界》。好，耶！
喂。好，我们谢谢松年团契的表演，可以看到大家虽然有点年纪，但还是身体非常健壮。欢迎大家多多来参加。没错，没错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可爱。好，那个麻烦音控把投影布升上去，谢谢。音控，谢谢。音控。好，谢谢各位阿公阿嬷，谢谢你们的努力。我们再热烈掌声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我们的松年团契。耶，楼上没拍手，看到了，耶。好，松年团契的聚会时间是在每周五早上10点。好，记得，每周五早上10点。好 ，OK 好。有兴趣的长辈们欢迎来教会参与。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。没错，接下来特别的来咯。你是说什么情色团契？没错。情色团契怎么样特别？如果说啊，我刚刚不是有说，我们有开玩笑嘛？那情色团契呢，就是欢迎，如果说就是夫妻感情很好，常常叫老公带你想去哪里参加什么活动，或者是说想要夫妻关系更有爱，更甚至是想要老来得子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情色团契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欢迎情色团契带来的表演。第一步，先出埃及记。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外伫埃及做苦工430年，到430年满迄日，耶和华的军队拢对埃及地出来，要去捞恁甲米的地，因惊势西奈旷野，要过红海。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，看见埃及的队兵，就大声嚎叫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举拐啊，伸手举起来分开伊。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地。摩西伸手举起，耶和华通明，互东风大起，互海提起，水就分开，海就正做大地。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地，水伫因的双边正做墙壁。”以色列人来到神的旷野，无米通食，哀怨摩西亚伦讲：“这个玛纳款式亲像万岁人，色地是白滋味，亲像参蜜的饼。这个玛纳经过3000多年，色地变做金黄色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调约书亚来，三角徛伫会幕中，我要用责任。”命令伊，摩西就甲约书亚三角徛伫会幕中。
约柜，约柜无看。约书亚要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，迄时约旦河的水充满双平宽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讲：你着命令跟约柜的祭司进前。约书亚讲话。约书亚讲话。以色列百姓着捡十二块石头，放伫金暝休困的所在，当做纪念。好，继续行。第六步要攻，第六步是攻破耶利哥。耶利哥。耶利哥城，荷塘的尾后，约柜。耶和华甲约书亚讲：看，我有将耶利哥甲伊的王、伊的勇士，拢交伫你的手，恁着洗城一摆，6日拢着安尼，到第7日着洗城7摆。祭司分荷塘行伫约柜的头前，到第7摆，约书亚甲百姓讲：打着话。市民大道，市民大道。耶稣讲：恁着对迄个下门入，因为透到面无的迄个门看，迄个路大条，对遐入的人多；透到外的迄个门下，迄个路细条，找着的人少。耶稣甲咱讲。要尽力对下门入，才通得到永活。无步无路，找耶稣，追求福音，主看顾。上帝怜悯开活路，踏出信主的脚步，反悔离开种罪恶。大家欢喜行天路，谢幕一鞠躬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情色团契的表演。没错没错，看这些至少结婚20-30年的，还在热恋期的，真的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真的蛮羡慕的哦。好，说到我们教会好像大家渐渐的都有越来越多长辈的趋势。没错，其实长辈们啊都很需要，不管是年轻人啊，甚至是反正就是很需要人的陪伴啊。真的，没错。那针对这些长辈们，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吗？其实刚好我们建成教会呢，就是在每个礼拜的1、4、5，我们就有早上的10点呢，我们就有社区银发族，我们就有很多，例如说太多了，我突然想不起来。例如唱歌、手作、
桌游？专题？跳舞？哇，那还有什么没有啊？卡拉 OK。手作。那都有，那我都讲到了，我没错。OK。健康操。所以真的非常多彩多姿的各式各样的活动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也非常感谢金会长老以及其他的同工们。没错，以及同工们。真的辛苦了，辛苦了大家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要欢迎我们社区银发族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耶！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是一芬老师，我们非常有名的民歌手一芬老师带我们歌唱班学员。今天要献唱2首歌，《耶和华祝福满满》，活出爱。我们排一个半圆形哦，哈，半圆。我们今天都这些银发族的学员。红上衣、黑长裤，头上戴着圣诞帽，欢欢喜喜来到建成教会，欢祝圣诞。好，可以，这个要旁边解释，可以好。一芬老师麦给你，有哈。好，牧师还有敬会长老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好，我们是建成青春活力的歌唱班。好，那今天为大家献唱2首歌曲哈。第一首歌曲是耶和华祝福满满哈，咱信耶稣了，咱大家我相信信耶稣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每一天咱拢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哈，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好，为大家献唱这首歌。山顶的百合花。总是全能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好气，好在树花加加时，献出疼痛的经济。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沙，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。我要野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学路亲像伊名，因无山。田中的白灵丝，无欠缺啥物。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很芳美，总是全能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好气，好在树花加加时，献出疼痛的经济。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沙，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。我要野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学路亲像伊名，因无山。学路亲像伊名，因无山。
用这条耶和华祝福满满来祝福大家哈。第二首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活出爱，就好像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，金会长老牧师满满的爱，志工满满的爱。爱不是只有说出来，我们要活出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谢谢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跟弟兄姐妹说圣诞快乐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社区银发族带来的2首歌曲。没错，谢谢。再次提醒，每周早上1、4、5是下午也有，下午也有，好全面哦。好，出来玩就可以玩一整天。真的，看到刚刚这种一群我们优秀的长辈们一起合唱的这个画面，太温馨了。真的，真的，大家如果有亲朋好友，欢迎
呼朋加入，没错，真的是一个稳赚不赔的，真的啊！如果这次绝对是稳赚不赔的，你赚到了朋友，又赚到了好玩的活动，这样还不好吗？真的，哎，立安呐，有，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吗？哎，主持的部分，主持的部分应该是第一次合作。我们合作过跳舞嘛？跳舞、唱歌、唱歌。不是这个环节，不是这一段，不是这一段，不是这一段。我们有 say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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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你有参加主日学啊？哎，没错，该不会？哎，没错，我是主日学出身的。天哪，我们主日学出身都这么优秀，这么全能吗？这真的是不好意思这么说，但真的是优秀啊。确实，确实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一群这么可爱的小朋友。来自我们建成的主日学，在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半，在教会5楼，欢迎各位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小朋友带来，不管你是没错，想要让他们学才艺，还是想要自己偷偷滑手机，都可以把你的小孩。不想要自己顾小孩的话，哎，我们楼上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所，并且呢，你的小孩在这边不会学坏，而且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下成长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主日学带来的表演 ，Blooming。이모티콘 하나 속에 달라지는 내 미묘한 심리를 알까? 아니 바쁘지 않아 Nothing 나나 잠들어 있지 않아 Insomnia 냐냐 지금 다른 사람과 함께이지 않아 나도 너를 생각 중 우리야 밤샘 작업으로 업데이트 흥미로운 이 작품의 지은이 That's me 어쩜 이 관계의 클라이맥스 이 막으로 넘어가게 지금이 그 타이밍 같은 마음인 걸 알아 Real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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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너를 고르지 마라 Repl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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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조금 장난스러운 나의 은유에 네 발성이 궁금해
Go Go Go！ 欢迎我们的家长团，给我一点尖叫声！没错，我听到各位观众的疑问了，家长也要跳，没错，耶！爱着你，无法度。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，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因为黑爸母嘛无卡纸，只要思念你，我甜啊甜蜜蜜，你来牵我的手，好无？甲你黏啊黏甜甜，我飞啊飞上天，咱好势才会当爱哟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春风对面墙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林茫茫，我明暗暗。希望你来作伴，我的一生等候你来还，只有你上适合，咱两人未来是天注定，只要思念你，我甜啊甜蜜蜜，你来牵我的手，好无？甲你黏啊黏甜甜，我飞啊飞上天，咱好势才会当爱哟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春风对面墙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林茫茫，我明暗暗，我明暗暗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春风对面墙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林茫茫，我明暗暗，我明暗哎，拍完照了吗？拍完照了吗？好，让我们谢谢主日学带来的最可爱的表演。没错没错，谢谢我们最可爱的主日学。
好，今年比较不一样哦，还有家长一起进来跳舞。顺便访问一下那个苏哥啊，请问一下，今年第一次参与跳舞的心得如何？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。不会啊，我看你跳的蛮好的。没错没错。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啦啦啦啦，耶！很棒很棒很棒，有认真有在认真有认真。好，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，感谢这些家长的付出。好，接下来看完我们最可爱的小朋友，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年长的？接下来这是我们建成教会的未来的希望。你是说高中生、国中生？没错。大学生？大学生有啦有。那他们会些什么啊？其实我刚刚不是说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在一个有爱的环境成长嘛？那当然慢慢长大之后呢，他们会到国中、高中甚至大学。那在这些阶段中，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打球、打电动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有球队，打电动，我们有电动战队。我自己甚至曾经是对不对？钻五，好不好？钻石排位是不是？没有很高，但也是不是好歹也是个钻石，蛮厉害的啊，蛮厉害的。那我们还有读书会，没错，读书会有谁？台大历史系苏子安，耶！还有唱歌，天籁美声，我们的潘婷依，耶！好不在，那另外跳舞，还有跳舞，我跟你讲。我们跳舞，我们以前青少期跳舞，随便去打一间热舞社，随便赢，真的随便赢。不开玩笑。好，大家引颈期盼，不一定会跳，不要这样子。对，好。那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的 I Do Believe。我不要翻书般地走走，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。子爱，礼拜六要去帮忙老人社区服务哦。啊。上面，不行吧？哦，死！输了烂透了。哦，烦死了！你干嘛？你又不是第一天输了。哦，不是啊，是我妈刚传简讯提醒我，这周末要去什么老人社区的东西。你去干嘛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也听不懂台语。上课等等聊。到了，已经跟干说你会去帮忙了。哦，好。我们来跳舞吧。听讲 Lucy 是上做运动，身体健康精神好。Lucy， 你是哪会这么熬？身体健康精神好，规律运动不可少，没事常做健身操，全身运动功效好。喂，同学。
子爱，你刚刚跳得很好哎。还好啦。子爱在学校成绩还好吗？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呢。还可以啦。来，子爱，阿公这边有个金蕉 cake， 啊，你来带去学校吃吧。啊，我不喜欢香蕉蛋糕哎。哈？谢谢。今天中午吃什么啊？我想吃肉包哎，你呢？啊？哦，我随便。哎呦，你干嘛那个死样子啊？哦，不是啊，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说我去帮老人社区跳舞，然后他们还给我最讨厌的香蕉蛋糕。哦，你说是我吃过那个香蕉蛋糕吗？很好吃哎。为什么大人都不懂我们的想法呢？我只是喜欢音乐，想要组一个乐团而已，又不会花太多时间。但我妈就说这是在浪费时间，她根本都不懂我想法。大人都那样子啊，都不懂我们的想法。哎，还是我们来组一个乐团啊，刚好大家都喜欢音乐。我觉得这想法不错哎，可是你妈会同意吗？不知道哎，但如果跟她好好沟通一下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好吧，那我再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来组个乐团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啊。好。哎，今天考的是国文，不是数学。你拿错科给我了啦，都你啦。哎，各位，课本收起来，要考试了哈！不要被我发现你们在作弊，不然你们就完蛋。OK， 给你，哎，你的 ，OK， 开始作答。那个第一题的答案是什么？还有第2题、第6题、第9题、第16题、第18题、第90题都要。我可能连多选题还有综合题，我都要你的答案，快点，快点给我，快点给我！哎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为了你脚下有一大堆的小抄，来说。从那边飞过来的。啊，你还狡辩，不好好考试就算了，还作弊，然后还栽赃同学。给我出去，然后拿警告单。我真的没有作弊啊！妈，这一半我们乐团要。你还敢提乐团啊？考试作弊还栽赃同学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整天只会打电动玩乐团的。现在
那连考试都不好好考了，下次被我发现，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！我真的没有作弊啊，而且这跟玩乐团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最近一整天都待在那里才会学坏的吧？我就想你到底是去干嘛了，结果是去交了一群坏朋友。才没有！你凭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你都不相信我？你连诚实这件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相信啊？我总不能因为你是我女儿就……够了！你到底念够了没？就说我没有作弊，而是要我讲几次你才听得懂。而且这跟玩乐团的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随便啊，我要出门了，再见。好啊，你不要回来了。我们乐团下礼拜要惩罚，希望你能来听。我会透过音乐向你表达我的想法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建成乐团，想要透过一首歌来向大家表达我们的心意。主持人跳舞。哎，没错没错，这边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边就是教大家，四招学手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。所以你教法我就会了吗？一定的。第一个就是倒立，倒立，好。第二步呢，脚倒立的时候脚打开，哎，脚打开。然后第三步呢，再把脚合起来。第三步，把脚合起来。好，连成一起就是这样。好难哦！乐音社还没准备好，乐舞社可以先惩罚一下。苏哥想学啊。好，
好，那大家谢谢看完我们热舞社的表演。耶！现在是热音社，时间。大家好，我们青少年团契想要一首歌，叫做《我不要我不爱》，来向大家表达我们的心意。那接下来就是谢谢大家的聆听。忙碌可以是最棒的借口，心思上添色生活的细琐。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，求你怜悯我。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，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。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，求你赦免我。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，我不要无意识的歌手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。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，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。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，求你更新我。可以是最棒的借口，心事上添色生活的细琐。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，求你怜悯我。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，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。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，求你赦免我。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，我不要无意识的歌手，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。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，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。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，求你更新我。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，我不要无意识的歌手，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。我不要忘记你的选择，我不要只在为难祷告。我只想紧紧将你抓牢，淡淡的心靠。紧紧将你抓牢，淡淡的心靠。好热哦，好热。我们在那边蕊半天，结果一上去，干什么都忘记了。超长的。呜！我先公司电话。哪里认识，然后跟我是4，但是我先去了，等下可以。OK，
非常非常精彩，非常非常精彩。好，对，那我们等一下下一个节目是，定信，抱歉，那个我公务的电话，等我一下哦。啊？投影幕要往下。公务的电话，今天12月25号星期天，投影幕公务还有电话，是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的这个工作压力有点大，那个业主不太好处理。哦，真的？对啊。哦。但是还好，因为我每个礼拜4的晚上呢，我都会在8点的时候来教会这边。我们有一个社青团契，我们社青呢就是你毕业了，然后出社会工作的话，你可以来晚上的礼拜4的晚上的8点可以来。那这边呢会有很多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压力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可能感情上的问题，可能家庭的问题，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这边分享。那我觉得人多的话，尤其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团契，我们用代祷的力量，那也许透过代祷，你的困难会说不定会更好解决，你也会更有力量。所以是不论是工作上的问题、感情上的问题，全部都可以在那边。没错，全部都可以来社青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就可以帮你分担这些你的烦恼。好哦，听起来超有趣的。没错没错，超级有趣的，而且我们今年的年终是去唱歌，耶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社青为我们带来的表演，真实的存在，真实的存在，真实的存在。云云是一位处于迷惘年纪的少女，不论是工作、感情及家庭，都有许多烦恼。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，时常觉得无法喘息。有一天，她经过了一间有许多人信奉的店宇前，听到旁人说：“凯华，你知道我不是母胎已经单身了30年了。”对啊。然后你上次跟我说有个老师很灵验，然后我就去跟他求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怎样了？我暗恋20年的那个小贾，他跟我告白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恭喜你！我有男朋友了。耶！那我跟你讲一件很巧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其实我上个礼拜也偷偷去求了老师。哦，真的。然后我本来上个礼拜月底都快没钱了，连吃泡面的钱都没有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的客户上个礼拜塞给我一个大红包哇，大红包好准哦！你们刚说的老师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超厉害！拜托带我去。你真的想去吗？好想去啊！走，我们带你去。走。我先讲。认识了老师的云云，的确生活开始有了转变。今天要来贩卖一个好玩的东西，要抽中大奖我就送手机。凯华，最近交男朋友好需要钱哦，我想去试个手气，搞不好可以中奖哎。好啊，那你先去。好吧，那我试试看好了。来试试手气，希望可以抽到个不错的大奖。加油，加油！哦。没关系，再接再厉。好可惜哦，换我。老板不会骗人吧？不会的，童叟无欺商店随时为您开张。我一定会中的。加油！有吗？你骗人的吧？骗没关系，不要暴怒，谢谢。下一位啊！换子瑜，他刚信，搞不好更灵验。我觉得你一定会中。我觉得我最近很虔诚，应该是可以。加油！加油！头奖在等你呢。老师！哇，恭喜你得到我们的头奖3星手机。老师，这是最新好漂亮哦！我
这什么老师啊？好真的很灵验吧？我就跟你说，我觉得我最近运很好，我们再去刮刮乐怎么样？哎，可以耶，刮刮乐。刮刮乐，我上个礼拜也有中200块。哎，可以，我觉得比发票中奖几率高。那我们去试试看。哎，我们不要去上次刚刚那个老板感觉骗人哎，但是我们去看好了啦。哎，长得好像，怎么又是他？怎么又是他？没有，我是刚刚那位商人的弟弟。今天要有个拍卖大抽奖，就交给你了。子瑜，你试试啦。好了，你代表。头奖有8万，抽一次10块钱。哇，10块送8万，有可能吗？我抽一次就够了。确定吗？我们来试试看手气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老师！哇！恭喜你得到了8万块钱。老师！云在认识了老师后，的确发生了一连串的好事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休无止的噩梦。每当夜晚来临，雨云总会做噩梦，梦中的她会被魔鬼追逐、骚扰，睡得不安稳，以至于白天精神不济。魔鬼的跟随也让她身心饱受折磨。直到允云终于受不了的那天，她找了她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小柔诉说这一切。喂，小柔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教会？我在天上的父亲总是能了解我，使我的心平静。有他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曾惧怕。你去教会真的得到很多帮助吗？如果这是真的的话，那我也想要试试看，去认识你那位天上的父亲。好。听着好友诉苦的小柔觉得心疼，所以把影响自己生命的福音分享给好友。嗨，大家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允云。嗨，大家因为他最近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带他来到教会，希望大家可以帮他代祷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欢迎云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云跟众人分享了他先前发生的一切。在聚会结束的时候，社青的会长送了云一张明信片。云，这张明信片是我们社青送给你的，希望它可以成为你的力量。谢谢。我的小世界里，谢谢你替我带来了光芒。上帝啊，如果你是真实的存在，请你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吧。孩子，我将赐福陪伴你，使你不再惧怕。云云深信这个梦境就是上帝给他的回应，他安心且坚定地走入教会。
你愿意一生跟随上帝，永远遵行他的旨意，永不离弃吗？我愿意。大家好，我是方薇，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。我很感谢上帝拯救我，带给我力量跟平安。在我那段没办法入睡、感到非常害怕那段时期，我向上帝祷告，请求他帮助我。然而他就在梦境中向我显现，让我看见非常美的一道光。也让我在梦中听见他的声音跟我说话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。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，真实的存在。现在他也在我们这之中。我想在这里告诉亲爱的天父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你。谢谢你全然的爱我，谢谢你带给我爱跟温暖，医治我的伤痛。你的同在是我最美好的祝福，我也会把这份祝福延续下去，带给其他还不认识上帝的人。那现在就邀请大家一起帮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《最真实的我》。你全然的爱我，最真实的我，你全然接纳我，激活我软弱，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，你全然的爱我，紧紧拥抱我，你全然接纳我，永不离开我，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，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，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在这耶稣降生的日子里，很开心能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上帝是我生命中的光，也希望上帝成为你们亮光，带给你们爱跟温暖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祝大家圣诞快乐！耶！对不对？投影幕可以收喽。
好，哇，今天真的是看了好多表演哦。没错没错，真的。唱歌、跳舞、戏剧，什么都有了哎。真的都看完一轮了。哎，可是好像还少了一个蛮重要的人。是少什么重要的人呢？哎，你这是什么？哦，地堡。没有，这是那个我新养的一只麋鹿。哦，麋鹿有了。麋鹿有了，那少了什么呢？少谁？圣诞老公公。好，大家都知道少了圣诞老公公。没错没错。我们要怎样找圣诞老公公一起来？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大声唱歌。铃声多响亮。哎，后面那个是谁？哦，没有，那是牧师啊，牧师看错，不好意思，没戴眼镜。哎，为什么圣诞公公还没有来啊？该不会是……哎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毕竟已经2年没有邀请他来了。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疫情好久了。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刚好今年呢，我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，哦，你们知道圣诞老人是从哪边来的吗？好，管他的，反正呢，我看的那个国家呢，它就是圣诞老人的国家。你知道他们怎么加油的吗？怎么加油？我现在教你们一次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手借给我哦，双手。好，等一下的动作呢是这样，1、2，哈，1、2，哈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好，那我们来试一次看看哦。好。5、6、7、8，拍拍嘿，拍拍嘿，拍拍嘿。好，我们越来越快哦。叮叮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再看那不能的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它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是的，灯笼飘，嘿，花路在，嘿嘿，嘿，一雪墙，不唱就没有糖果。太小声，太小声，太小声。响亮，你那不必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，嘿，铃声多响亮，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后面是不是看到一个人影？有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。好像我们唱的，你再唱最后一次，再唱最后一次哦，来喽，来喽！嘿，雪花灯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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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只想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它给我们带来希望，大家喜洋。哎，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，我们等了你好久哦。真的，真的等你好久好久。这个北欧话，那个我们翻译一下，我们翻译一下。OK， 他说，好，
他说今天凯华执事特别邀请不要用这个梗，但他还是用了，不管凯华执事。没错。然后他说他原本在挪威，他在家里看电视，看，他突然听到小朋友在唱圣诞歌的声音，是不是你们？有吗？不是没有糖果哦。有吗？那圣诞老人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中文 ？OK 好，可以。OK， 学习很快。好，啊，那我们问一下，圣诞老人，我们已经有2年因为疫情没有在举办圣诞活动，没有邀请你。对啊，你这么久没来，你在家里都在干嘛？对啊，在看电视。就看电视。哦。看世足。洋芋片。吃洋芋片。肚子都变大了。对。应该没有，我看你有在打球。对，我觉得你有在打球，应该是还好啦。因为刚才皮带坏掉了。难怪刚喊了那么久都还没有出来，是不是？那听说你在家看电视最喜欢就是 rock and roll， 还有刚刚那个噔噔大，是吗？好，我们圣诞老人再带我们做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一样，借我们手一下。你们的手伸出来。来哦，手伸出来，大家双手伸出来，来跟着圣诞老人。来哦。咚咚大，五六七，多么慈祥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它为我们带来进步，大家喜洋洋。哎，对花随风飘，花鹿在奔跑。圣诞老公公驾着美丽雪橇，经过了原野，渡过了小桥。整个隔壁换几个声，别然地来到。嘿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那个哈呀不避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它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叮叮当。堵住了，小朋友不要堵住。那个拿箱子的先生有点太过分了。那个先生，好，我们谢谢圣诞老人。好，后面的朋友，没有糖果的都可以从小光的箱子拿。没有糖果的就代表你太不激动了，激动一点，激动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建成的圣诞舞会就到这边结束。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再办。祝大家圣诞快乐！我们等一下5点半。有要去聚餐的人，5点半在马来亚餐厅，大家可以5点半哦，5点半哦，真的。好，大家可以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。